歡迎大家收睇玉歷寶鈔的故事2。地藏王菩薩，東嶽大帝，虎元定王、秦廣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五官王、新羅王、變城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、平等王。第2章玉歷流傳的經過。第1節，玉歷如何傳下世間？玉歷的流傳出自一位貧窮修持卻極有道行的修行者，名叫淡痴。以下是他所經歷的真實故事。時間是在宋仁宗即遼國太平年間，庚午年秋天9月重陽節戊辰日。當時天下太平，淡痴獨自一個人登高山，到處遊覽，在恍恍惚惚不知不覺間見到一座石碑，碑上刻有56個大字：大道無為，清淨一真，六道眾生皆因妄成，緣妄造業，善惡有分，因果不爽，毫釐分明，心念才動，業相已形，人雖不見，神鬼早明，物為暗室，果報難遁。以上用篆書書寫，古樸警醒。但痴靜驚異之間，忽然眼前現出一座金碧輝煌的宮殿，在朱紅色的大門上，用黃金的釘子掛着一塊匾額，上面寫住出生入死4個大字。他正在瞻仰觀看，裏面走出一位青衣的使者，將他從閣門請進去，到朱紅色的台階上參拜。拜後退立階下，殿內華燈金燭，一派喜樂。原來是眾神在慶祝酆都大帝的聖誕。地府中的十殿閻君從外頭帶住各鬼判來到殿庭中，向大帝祝賀。賀畢，酆都大帝說：地藏王菩薩想超度所有陰間的鬼魂，令世人不再行惡，墮入陰間地獄受苦。於是恩准所有鬼魂在世雖曾犯過錯，若是真誠懺悔改過，則所造罪業可以從寬抵罪，免於受諸苦刑。此項恩典，諸神已經匯集奏達。玉皇大帝帝降旨轉集，記載於玉歷寶鈔之中。施恩通行下界，及終奉行。但是此玉歷自從頒發本殿以來，尚未遇到有德行的人可以託付回到陽間，供諸世人。現在階下的淡痴修行者，完全可以託付他，弘傳於世人。既然已找到適當的人選，潘利請快將玉歷並同諸神的語錄繕寫成書，以便告諸世人。繕寫前奉玉皇大帝諭旨指示，各奏摺中的前後梵文以及諸神的履歷姓名一概都刪去，只寫某帝、某菩薩、某殿、某王、某判尼或吾等字樣，下加一個若字，立即接住敘述所議論的各項字句，每句都逗點清楚，不用再斷句，可以使世間的男女容易了解並能遵照奉行。我另外有辯明陽間以訛傳訛的文章，曾於壬午年癸春3月甲辰日上奏玉皇大帝，並編於玉歷之中。十殿閻王立即很高興地拿起筆，將辯明的部分補列進去。待續。多謝大家，請大家幫我點讚同埋訂閱，鼓勵我做更多影片俾大家睇。多謝。